最近伫桃园有一只唔知为倒位走出来，要咧四界爬走的人形，目前是还未抓到。因为之前有传出讲，这只人形是为新竹的绿福村逃走出来的。不过动物园统计数量了后，发现是搁比通报的加一只。园区表示，迄是因为当才出事的人形目前是还未通报。因为县政府是要求绿福村要伫咧一礼拜内完成清点。新的县政府派人来到绿福村动物园，了解园区内人形的状况。因为人形活动空间真宽，佮加上人形伫内底行来行去，佮有其他的设施挡掉的，要点数量确实有难度。每一天我们都会做例行的电网的检测，以及人为的一个数量的清点，那以及透过刚刚还有一个漏讲，就是我们还会利用空拍设备来帮助我们去了解现在整个的一个数量最新的一个状态。如果有少了，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经过2摆清点作业，园区的东非人形有156只，比原本的数量搁加1只。园区讲主要是因为出事死亡的关系，数量会有变化。农业处要求业者一礼拜内一定要完成清点。现场鉴定种类跟数量上有它的难度那本府已经函请园方尽速以科学可执行之方式，精确的计算数量，并于1周之内将清点的结果回报本府。虽然目前阁无法度确认人形是对倒位逃走出来，不过园区也出动兽医参工作人员协助，希望量早抓到，以免引起民众惊吓。记者刘君豪。